租客不要的椅子裹上紅色旧圍裙，再給椅子腿兒也穿上紅色布鞋，以防挪動時吵到街坊鄰居，就成了周女士舒適時尚的座位。吳老板撿了幾根木頭，敲敲打打就成了鸡蛋框支架，既能讓鸡蛋穩穩當當，也能讓顧客不用彎腰就可以挑選。姚老板的水果店门口老有人停車，交通锥容易丢，泡沫和水果框一組合，就变成了不怕丢的告示牌。倒过来的椅子固定在摩托车後座，4条腿架上一個桶，這便是花店黃老板配送花的絕佳組合。模特總站不穩，風吹人撞都容易倒，那不如用幾塊火磚打個包，就變成了款式各異的配重。所有的物品都包含了一种强烈的設計理念，它們因為使用需求而誕生，絕對的現實主義風格，混搭讓它們與街頭完美融合，經久耐用。